交通補貼計劃最新調整，由2025年6月開始，交通補貼計劃嘅補貼領取門檻會由每月公共交通實際開支400蚊提升至500蚊，對超出嘅開支提供1/3嘅交通津貼，上限維持400蚊不變。所有透過八達通支付嘅公共交通開支都可以獲得補貼，包括港鐵、巴士、渡輪嘅月票同日票都屬於補貼範圍內，即港鐵嘅都會票同全月通等都可以獲得交通津貼。如果係用現金或者八達通以外方式購買指定車船票，就需要喺購票當日起計30日內登記，只要攜帶需要登記嘅車票、收據同八達通，去指定車船票自助登記站，根據登記站指示拍卡，輸入收據登記號碼或者掃描二維碼，就可以完成登記，十分方便。大家要記得，每個月16號開始可以領取上一個月嘅交通津貼，而領取補貼嘅限期係3個月。如果超過3個月仲未領取，咁嗰一期嘅乘車津貼就冇辦法攞得返。